哈嘍，各位街坊，今日良心中介又嚟啦，唔講廢話，帶大家睇一個大亞灣連續4年銷冠嘅明星樓盤。大亞灣木馬湖5期深度測評，126到143平方米，改善盤嘅優缺點同價格一次講晒，仲係嗰句，找良心中介買樓，返利70%，按揭當日就有現金到賬。作為大亞灣銷冠樓盤嘅升級力作，泰豐木馬湖5期主打126到143平方米大戶型，專做改善型需求，靠住成熟配套、生態優勢同優質學區資源，一直好受歡迎。下面從核心維度拆解，優缺點直接擺上台，價格、戶型同學區細節一次講透。1. 核心優點，改善屬性拉滿。1. 配套成熟無短板，隔住大亞灣萬達廣場先至350米，行幾步就到益田假日廣場、吳悅廣場，日常買嘢、娛樂都好方便。社區入面有12年制私立博雅培文學校，仲有公立西優第8小學，教育資源好齊全。2. 生態宜居體驗證，靠住3.4萬 AM 原生湖泊打造，2.5公里環湖跑道、雙泳池、兒童樂園樣樣齊，綠化率有35%，天然活水景觀，住起身好舒服，適合家庭居住同養老。3. 戶型格局通透實用，2梯3戶低密配置，唔使逼住等電梯。126到143平方米，全部係3+1房2衛設計，南北通透雙陽台，廚房同衛生間都有窗，空間利用率好高。4. 未來交通有潛力，規劃緊嘅深大城際響水河站，離項目大概1公里，建成之後可以快速去深圳，通勤會方便好多。5. 學區資源豐富，公辦民辦任你揀，從幼兒園到高中全齡教育都覆蓋，公辦學區劃分好清晰，民辦學校品質又突出，滿足唔同家庭嘅教育需求。2. 明顯短板，呢啲問題要留意。1. 物業同居住體驗有爭議，物業費3.2元每平米月，比周邊平均水平高，但服務口碑時好時壞，有人投訴地面停車亂，衛生搞得唔好，仲有部分屋企滲水，小區未做到完全人車分流，電動車同汽車亂咁穿梭，有安全隱患。2. 通勤同噪音問題，離深圳現有地鐵站好遠，要靠自駕或者等規劃嘅交通，對深圳通勤族唔係好友好，部分流動可能受周邊道路或者工廠影響，會有噪音、粉塵干擾。3. 部分設計同規劃唔夠好，隨着開發推進，部分區域嘅湖景面積變少咗。2期超高層之前出現過公灘大、消防管道影響層高嘅問題，雖然5期有改善，但都要實地考察下先得。4. 公辦入學有批次限制，非戶籍隨遷子女要參與大學區積分入學，按積分高低錄取。熱門公辦學校學位競爭好激烈，有可能被分流。3. 價格清晰，10500元每平米起，改善門檻適中。5期而家已經開放認購，預計2027年12月交樓，再售126到143平方米戶型，單價10500到12000元每 M， 大裝修交付，無購房門檻，支持按揭貸款。對比同片區嘅競品，價格屬於中高水平，結合戶型大小、配套同學區資源，性價比都算可以。4. 126到143平方米戶型格局詳解，126平方米3+1房2衛，核心格局2梯3戶配置，南北通透雙陽台，客餐廳連埋一齊，公共空間好開闊，動區簡約大氣，靜歐又夠私密獨立，空間亮點有獨立玄關，隱私性夠晒，臥室開間適中，次臥面積大概8.4到9.9平方米，可以住人或者改成書房。南陽台適合休閒娛樂，北陽台負責洗衣晾曬，功能分區好明確，適合3口之家或者3代同堂輕度改善。143平方米3+1房2衛，改善旗艦款，核心格局
客廳開間有6米，比同級別戶型闊好多，搭配3.0米標準層高，擺咗大尺寸家具都仲好寬敞。主臥係套房設計，面積大概17.1平方米，有獨立衛生間同衣帽間，私密性同舒適度拉滿，空間亮點，全明通透設計。南向房間包括客廳、主臥、次臥，採光好充足，過渡面積好緊湊，無浪費。3+1房設計可以靈活改造，滿足家庭成長需求。雙陽台對流通風，室內空氣好清新，適合追求大空間質感嘅改善家庭。5. 學區分配詳解，全齡覆蓋，公辦民辦雙選擇。1. 學區劃分核心範圍，2025年最新政策，公辦小學屬於西優第5小學大學區，核心對口社區入面嘅公立西區第8小學，周邊3公里內仲有西優第5小學、崇德小學等公辦資源，可以參與大學歐志願填報。公辦初中劃入大亞灣第一中學永達校區初中部學區，招生範圍覆蓋龍海2路到龍海3路，為深沿海高速到龍山7路區域。呢間學校係大亞灣公辦重點中學。2025年初中部計劃招生880人，學位供給好充足。民辦學校社區入面配建佐博亞培文大亞灣實驗學校，12年一貫制，從小學到高中都有，唔使跨優就可以享受私立優質教育。仲有私立熊貓國際幼兒園，滿足學前教育需求。總結，木馬湖5期嘅核心優勢就係配套成熟，生態環境好，戶型通透大，學區資源全齡覆蓋，尤其適合注重子女教育、追求居住舒適度嘅本地改善家庭或者長期投資者。但物業口碑、通勤限制、公辦學位競爭呢啲問題，對深圳通勤族、對服務品質要求高嘅購房者就唔係好友好。建議實地考察下房源朝向、噪音情況、物業實際服務水平，同時諮詢下學校最新嘅入學政策，再決定買唔買啦。仲係嗰句，在惠州買樓揾良心中介，返現70%。